有啲人創建公司，有啲人製造機器。我諗我一路喺度嘗試構建關於呢個小男孩。從3歲起，真係未來，我曾經一貧如洗，我被解僱咗。我瞓過工廠嘅地板，亦都親眼見過火箭爆炸。但我從不在乎係咪正常。我希望讓生活更有意義。呢個唔係一個關於金錢或者名利嘅故事，佢講述嘅係癡迷，同埋一個人為咗推動人類進步會走幾遠，即使所有人都認為佢慌啦。我哋1971年嘅南非比勒陀利亞出世。我父母 Errol 同 May Musk。我老豆係個工程師，某啲方面好啲，但都幾難相處。我阿媽係模特兒，好有活力同精力，但我哋屋企其實好暴力，成日聽到鬧交、摔門聲，甚至更差嘅情況都唔出奇。好多人覺得艱苦嘅童年會摧毀你，可能真係會，又或者佢會鍛煉你。對我嚟講，佢就係咁樣。我當時唔知，但其實嗰陣已經係一種早期嘅考驗。我不嬲都中意挑戰。我記得我成日佢點解咁樣會咁樣做嘅？點解我老豆可以冚嘅，但又冇殘酷？我問咗好多冇人答嘅問題。至於我阿媽，佢有努力過，佢真係有，但有時就算有愛，都改變唔到一啲模式。我開始錯好多嘢，比起其他細路，我睇得更多。我發現如果我可以自己搞清楚呢個世界，可能我就唔使照原本咁樣去融入佢。可能我可以逃避，唔係身體上，而係某種意義上、心理上，建立一啲有意義嘅嘢。到我5歲嗰陣，我個腦已經停唔到，就係嗰陣真正嘅努力開始嘅，唔係學校，唔係朋友，唔係身邊嘅大人，但要識得點樣俾事情發生。諗法，靈感無處不在，爆炸永不停歇。嗰時我就知道我同其他細路唔一樣。5、6歲嘅時候，我覺得自己癲咗，我嘅大腦一直運轉不停，各種嘅諗法接連不斷咁湧現出嚟。我成日坐喺教室裏邊盯住牆壁，思考住呢個世界係點樣運轉嘅，原子、能量、空間，似乎冇人好似我咁看待呢件事。我以為自己可能壞咗，但其實我只係唔同啫。我開始咩書都冇，手上睇到佢都會嘅，百科全書、科幻小說、技術手冊，總之所有解釋事物運作嘅書我都冇。之後我開始試下自己整蠱，一開始只係整蠱細細地嚟嘅電腦小裝置，直到有一日我做咗嘢更大啲嘢，原來整電腦遊戲都可以賺錢，佢聽落都幾好玩喎。到我10歲嗰陣，我發現咗電腦，一開始淨係玩遊戲啫，我好中意玩遊戲，但好快我發現原來我可以自己整遊戲。我自學寫程式，一行一行冇寫到深夜。到我12歲，我賣咗第一個程式，一隻叫 Blaster 嘅遊戲，500蚊，唔多，但係證明佢自己，證明咗我可以將睇法變成現實，證明咗我可以改變世界，而唔係淨係坐喺度。當我離開南非嗰陣，我個腦成日都喐緊，成日都諗緊嘅，成日都想創造新嘅。我唔係好清楚自己將來會變成點，但我知我一定會留低咗嘅。佢哋會好大，而呢個決定就係要離開我叫做家嘅地方。南非唔似係一個未來會發生嘅地方。我係有咁中意我屋企人，但外面嘅世界好細、好有限、好禁束。我想去一個可以令體魄成長嘅地方，一個科技、野心同冒險唔會被懲罰，反而會被獎勵嘅地方。我17歲就一個人離開咗屋企，佢安全網冇咩計劃，淨係睇住學佢同創造嘅。我諗明白宇宙點運作，經濟又點運作，咁我先可以令巨事發生。物理同經濟就變成咗我哋武器。我一開始喺加拿大皇后大學讀書，之後轉咗去賓夕法尼亞大學，雙學位，
物理同經濟。有冇人話我想兩樣都做，但我根本唔理。明白宇宙同明白金錢呢個組合之後變得好關鍵。如果你識得世界嘅規則同能量嘅規則，你就可以塑造未來。離開屋企唔淨只係為咗逃避，其實係一種準備。每一個挑戰，每一次孤獨嘅飛行，每一晚失眠，我都喺自己入邊建立緊嘢嘅。抗逆力、堅持不懈、永不放棄嘅意志。然後喺1995年，我帶住一台電腦、一架車同埋2000美元嚟到咗硅谷。真正嘅考驗先至啱啱開始。我所想象嘅世界，我想要嘅嗰個，佢唔會自己拱手等我嚟，我不得不接受。我咁樣做嘅，佢係1995年。我諗到硅谷嗰陣呢，幾乎佢都冇。一架殘車，一部二手電腦，仲有2000蚊。呢度每個人都追緊下一個大機會。我發現自己嘅後路喺捷徑。如果我想創造未來，就要靠自己嚟做。所以我試過去 Netscape 揾工啦嘅回音。我心腔，如果揾唔到條路，我就自己開一條。正係喺嗰陣時，我決定創建 Zip2，一個幫助報紙實現線上化嘅平台。呢個並唔光鮮亮麗，亦都唔容易，但佢係必要嘅。需要係萬物之母。24歲就創業，口袋裏邊卻係負數，就好似一邊食玻璃一邊凝視深淵。我瞓喺我哋租嚟嘅辦公室嘅地板上，淋浴、基督教青年會、餐食，凡是我負擔得起嘅，每日都係一場考驗，每日都存在失敗嘅可能性。我哋由細細地開始，就得我阿哥、一個朋友，加埋幾個靠佣金揾食嘅銷售員，我哋去晒全城所有報館，俾佢哋喺網上媒體嘅未來。大部分人都冇理我嘅，有啲人仲笑我哋，但係有少數人真係睇到個潛力。Zip2 慢慢咁發展，然後突然之間就起飛。我哋同更大嘅報館簽咗合約，包括紐約時報，然後康柏公司揾上門嚟啦。1999年，經過4年嘅時間，佢哋以3.05億美元嘅價格收購咗 Zip2。我一夜之間從碎沙發變成咗百萬富翁。但係錢呢？呢個並唔係重點，呢個係證據。我可以將諗法變成現實，大多數人到呢度為止就結束。24歲就擁有價值100萬美元嘅豪車同埋成功，但我並非大多數人。我未講完。如果話 Zip2 係第一步，咁嚟緊嘅步驟將會改變世界。我能企喺度，而你哋而家能夠睇到呢一切，全靠我嘅決心、努力同埋熱情，全身心投入其中。如果你中意我嘅故事同呢部電影，請記住佢並非任何公司製作或者一個大團隊，呢一切都源於一個人、一台筆記本電腦、數月嘅研究、人工智能工具同滿腔熱情。我哋只係希望你訂閱，以幫助我哋繼續創作故事。佢係免費嘅，只需1秒鐘就能幫助我哋保持獨立。唔該晒。好啦，返到視頻。Zip2 之後，我第一次有咗錢，足以俾我感覺世界都屬於我啦，足以撞返上去，真係。我買咗一架邁凱倫 F1，佢美麗、震撼又令人恐懼。唔到1年我就將佢搞壞，吸取教訓。速度若果失去控制，只會造成混亂。但除咗汽車之外，最等我難忘嘅係嗰種成就。Zip2 證明嘅睇法係可以變成現實，我可以由無到有創造價值。呢種感覺真係令人上癮。但係呢啲都唔夠，我想要更多，想要更大啲嘢，想要可以改變世界，而唔只係上頭條新聞。就係嗰陣時，我開始諗起網上銀行。嗰陣時啲人仲係寄支票、寫現金單，要面對手續費同埋延誤。我心睇呢啲可以做得更好，仲要好好多。未來唔淨只係寫程式、造車或者火箭，佢改變咗啲人嘅生活方式，改變咗啲人同金錢、信息同埋世界嘅互動方式。1999年，我創辦咗 X.com 一家網上銀行。啲人笑啦，佢哋話其實係個絕對行唔通，但我唔在乎。規則尚未制定，我哋正在創造未來，而未來唔會等待許可。X.com 最終會成為 PayPal， 但呢條路並不平坦。我喺度蜜月期間被解僱咗，呢對我打擊好大。大部分人都會選擇放棄，大部分人都會選擇沉，但我唔係。我睇到更大嘅格局。
公司會生存落去，我都會生存落去，最終我哋都會贏。失去對 X.com 嘅控制權都冇令我停低，如果有咩影響，反而係激起咗我鬥志，因為贏唔係代表從來冇失敗過，而係失敗之後可以彈翻起身，要更大、更快、更聰明，而下一章會改變一切。我一世人都好少講嘅，你哋說話一直都冇傷人，我一直都俾你催眠住，點解我要飲嘅嗰啲藥水2002年 eBay 用15億美金收購嘅 PayPal， 我睇住1億6800萬美金離開。對大多數人嚟講，呢筆錢可以改變一生，對我嚟講，呢個只係開始，因為我唔係想要安逸，我想要影響力，我想做嘢可以重新定義人類本身嘅事。冇人以為我會去某個沙灘消失，飲咗美酒，打機仲過日子，但我唔係為咗享樂而生，我係為咗挑戰不可能而生。我想去睇啲人敢去嘅地方，真係衝上天，甚至更遠。我創立 SpaceX 淨係得一個目標，令人類可以喺多個星球生活。所有人都覺得我哋係朋友、屋企人、投資者，全部都話成功機會等於零，但歷史永遠偏向執着嘅人。頭3支火箭都失敗、爆炸、焚毀，佢都咁靜。每一次失敗都耗費咗數百萬美元，亦都扼殺咗少少希望。我哋團隊筋疲力盡，每個人都心存疑慮。我仲有最後一次機會，一枚火箭，一次射擊。如果失敗 ，SpaceX 將不復存在。跟住落嚟係第4次發射獵鷹1號，我哋進入咗軌道。我喊咗。不僅僅係為咗我自己或者我嘅團隊，而係為咗全人類。嗰枚小火箭證明咗我哋可以戰勝不可能。SpaceX 成功咗，但呢個僅僅係任務嘅開始。世界嘅問題唔淨止喺天上，仲喺地下。而下一場戰役要令地球可持續發展，都需要同樣多嘅勇氣、遠見同埋固執。差唔多喺 SpaceX 突破咗同一時間，我投資嘅 Tesla 電動車，人哋笑我，佢哋話世界永遠都唔會由汽油轉去其他嘅，話電動車只係幻想。但我唔係淨係做車，我係咁創造未來。2008年係最黑暗嘅一年 ，SpaceX 同 Tesla 都只係差幾日，甚至幾個鐘就會破產。每一步都好關鍵，每一個決定都可能係終結。我要將我所有嘢都投落去，救翻2間公司。平安夜嗰陣，我收到 NASA 打咗個電話，佢哋批咗份合約俾 SpaceX， 唔淨止係錢，仲係生存。就係嗰一份合約，連 Tesla 都救翻埋。突然之間，不可能變成可能。Tesla 依然係一場賭博，到處都係障礙，投資者唔信，工廠又出事。但失敗根本唔係選項，我哋一定要證明電動車可以比汽油車更好、更快、更聰明、更吸引。呢件事唔淨止係車咁簡單，呢場係對抗現狀、對抗惰性、對抗唔信嘅戰爭。每一哩路我哋行過，每一粒電池我哋改良，每一篇懷疑我哋都頂硬上。呢一切都係一個更大使命嘅一部分，要改變世界點樣移動。SpaceX 已經升空， Tesla 又為生存而戰，前路變得清晰。未來唔再只係一個夢，呢啲都係我會親手一個又一個咁去實現嘅不可能挑戰。2008年之後，一切都變晒。Tesla 開始企穩陣腳 ，SpaceX 開始發射翻得翻地嘅 Falcon 9火箭。我重用火箭呢個大家話唔可能嘅夢，終於成真。但我唔會就冇停低。世界需要嘅唔止係車同火箭，仲需要解決能源、交通同科技本身嘅方案。我諗 Tesla 唔止係一間車廠，佢要改變我哋點樣生產同使用能源。太陽能、電池、自動駕駛技術，全部都係同一個拼圖嘅一部分。如果我哋唔去做，啲人會做。SpaceX 都一樣，每一次火箭發射都係一個測試，每一次失敗都係一次教訓。作為一名教師，我學識咗坦然接受失敗。最初幾枚獵鷹9號火箭都爆炸咗，嚟緊幾架幾乎冇飛起身嚟，但我哋一次又一次咁接近目標，直到我哋最終成功。我哋成功着陸咗，我哋不僅僅係在製造火箭或者汽車，我哋正喺度重建未來本身。每一項創新都係朝住清潔能源驅動，
衛星連接，能夠到達其他星球嘅世界邁出嘅一步。我哋必須向人們證明，唔可能嘅事情唔單止係可能嘅事情，只要你肯付出努力，呢一切都係必然會發生嘅。所以我哋就開始堅持。每一個不眠之夜，每一次會議室嘅爭拗，每一支火箭，每一架車，每一行程式碼，全部都係為咗一個目標，證明人類可以做到比自己想象中更多嘅事。我哋唔再只係求生存，而係帶頭衝向未來。但呢一切都係有代價嘅，一個大多數人睇唔到嘅代價。成功唔淨止係創新，仲要有犧牲、堅持，仲有面對自己極限嘅勇氣。成功往往俾你睇咗你付出咁多。當人哋見到火箭着陸或者 Tesla 車喺路上行駛，佢哋只係見到結果，佢哋睇唔到嘅不眠之夜，錯過啲生日、離婚同埋永遠都唔會消失嘅壓力。我付出咗一個大部分人都想象唔到嘅代價。有嘅時候，我一個星期做咗120個鐘頭；有啲時候，我食咗唔定時，佢覺唔夠，連自己嘅仔女都見唔到。你以為做 CEO 好風光咩？一啲都唔係，其實係好辛苦。呢啲都會影響到人際關係、婚姻、朋友、家庭，仲有離婚、官司、俾人公審。呢啲全部都係代價之一。我俾人話過嚟，魯莽自大，可能我真係咁，但我學到咗重要嘅一課。如果某件事足夠重要，即使勝算渺茫，你都要去追求，即使為此付出其他一切嘅代價。犧牲並不光鮮亮麗，呢個好痛苦，好孤獨嘅，佢無完沒了。但呢個係推動人類進步嘅代價，擁有遠大夢想並最終實現夢想嘅代價。每一次挫折，每一段破裂嘅關係，每一個不眠之夜，都成為咗嚟緊事情嘅動力。因為世界唔會等待謹慎嘅人，佢只會等待堅持不懈嘅人。如果你想生存落去，真正地生存落去，你就必須願意付出代價。墨字不僅僅係一個木，呢個既唔係科學實驗，亦都唔係公關噱頭，佢係人類嘅救生艇。我意識到，如果我哋繼續留喺地球上，我哋將面臨滅絕嘅風險，戰爭、氣候變化、事故、技術故障。SpaceX 嘅存在係為咗讓意識得以延續，讓生命得以延續。早期嘅日子非常殘酷，我哋最初嘅3枚火箭爆炸，金錢損失，希望破滅。投資者每日都打電話要求退款。第4次發射，咁係生死攸關嘅時刻。如果失敗咗 ，SpaceX 就完咗。當第4枚火箭升空並進入軌道時，呢個不僅僅係一次技術上嘅勝利，呢個係為咗生存。呢個證明咗膽識、犧牲精神同堅持不懈嘅嘗試可以戰勝困難。此後一切都改變咗，投資者們返到嚟，優秀人才加入，我哋仲可以擁有更大嘅夢想，可重複使用嘅火箭、火星殖民、星艦。人類嘅未來並非完全掌握喺我哋自己手中，佢就喺我哋嘅火箭裏邊。火星不僅僅只有紅色嘅土壤，呢個係一個重新開始嘅機會，呢個係一個創新實驗室。佢提醒我哋，生存需要超越舒適、超越恐懼嘅雄心壯志。因為宇宙唔會等待謹慎嘅人，佢只會等待勇敢嘅人。如果你想留低一個印記，你就要去追尋一個從未有人踏足過嘅星球。火星係個夢想，但地球仲有好多問題，交通、能源、通訊。如果我哋唔解決呢啲問題，我哋根本冇可能生存到可以去第2個星球。所以我開始冒得更大。Tesla 唔只係間車廠，佢係一個推動可持續能源嘅使命。當我話我哋會令電動車變得吸引、有利可圖，甚至夠快嗰陣，好多人都笑我。但而家我哋就喺度改變緊世界點樣移動。下一步就係 Starlink 全球連接。互聯網要俾全世界每一個人用，無論喺邊度。我發現要生存落去，人類就要有接觸嘅機會，唔止係資訊，仲有機會。Neuralink 嗰個係另一個新領域，人機共生。如果我哋唔提升自己嘅認知能力，就有機會被 AI 拋離。
呢個關乎生存、進化，仲要喺科技超越我哋之前，了解自己嘅腦袋。一切都係有關聯嘅。Tesla、SpaceX、Starlink、Neuralink，每一個部分都互相推動，每一個創新都係為咗準備一個人類可以繁榮生存嘅未來，就算地球失敗都唔怕。有啲人話可能我真係咁，但世界唔會記得咁小心翼翼嘅人，世界只會記得嗰啲敢於突破、為未來冒險一切嘅人。人哋話佢哋話我哋睇法根本唔可能實現，也許佢哋啱嘅，但嗰啲塑造未來嘅人，起初睇嚟總係好瘋狂。我做呢樣嘢唔係為咗出名，我唔係為咗錢先咁做，我咁做係因為總得有人去做，總得有人承擔風險、突破界限，打造面向未來嘅工具。SpaceX 不僅僅係火箭公司，呢個係對全人類嘅保障。特斯拉不僅僅係汽車，呢個係能源嘅未來。星鏈不僅僅係衛星，呢個係聯繫、自由同埋生存。Neuralink 不僅僅係科學，呢個係進化。我曾經遭遇失敗、破產、公眾審視、個人犧牲、失眠之夜、人際關係緊張、四面八方嘅批評。但如果某件事好重要，咁就足夠重要啦。賠率並唔重要。我唔係呢個故事裏嘅英雄，英雄係人類，係嗰啲生存落嚟、不斷創新、勇攀高峰、拒絕被限制所定義嘅人類。我只係喺度整緊啲工具啫。可能我有乜嘢，但係創造未來嘅人永遠都係咁。